咁咧就都出席咗唔同嘅 event 啦，即係都係周圍飛完之後翻嚟就喺唔同嘅機構度做coaching 分享會啊咁樣樣啦。咁就睇到咧，暫時嚟講咧，呢一刻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嘅 AI 係非常非常之盛行，咁亦都係衍生出嚟咧。我哋喺前嗰好幾集啦都有講過，就係話喺一個在職嘅市場啦，或者係一個創業嘅市場啦，上都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 volatility 係出咗嚟嘅。特別就係咧，就知識方面咧，依家已經係越嚟越係 commoditize 咗，即係越嚟越商品化咗，即係一式一樣噶啦。OK，因為嗯點解咧？原因就係大家都有同樣嘅 access 係去最優秀嘅大數據語言模型。咁就算係一個可能係唔係話真係咁專注於某一範事項嘅一啲朋友仔咧，佢哋都能夠係利用大數據語言模型喺好短時間內咧，已經係可以掌握到好多重要嘅資訊。咁所以咧喺呢個可能係相對嚟講啦，知識係已經係平民化咗咁嘅階段啦，係 OK。咁就衍生出嚟嘅就係話，更加睇到就係除咗一個人嘅知識啦、IQ 之外咧，EQ 同埋佢自己本身個人脈網咧，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嗯。呢個不論係喺求職啊，或者係喺一個創業嘅環境之下咧，都係扮演住一個越嚟越重要嘅一種技能啦，可以咁講。